第14课动词词组荏芊堪卓，常用动词词组荏芊荏说话谈话，蹑芍行休息，荏芊荏相信，荏芊撒吃饭用餐，恐怕行走路步行，他决切决定，茶通喝茶，枪撒行结婚，看蹲切客送，吹口肚肚子饿，嘴巴行争吵，打勾切参观，雷嘎切工作，这某这玩耍开玩笑，内勾切朝圣，罗巴切帮助，随瓦得祈请，大戒切观察，我追切介绍，缺巴比供养，念波切对峙，卡巴东打电话，请起录加持，三漏东思维果果东欺骗，娘苏莲实修，切塔东放生，恰巴东下雨，罗中切学习，紧巴东行布施，罗萨尔东过新年，去庆松守戒律，巴尔吉照相，温拉吉发愿。